镜周刊报道，顽童 MJ116金27日晚间在高雄巨蛋举办干大事演唱会，开唱时当众宣布将单飞不解散，各自干大事，2月底结束新专辑懂北美演出后，要各自筹备个人作品，投下震撼弹。瘦子透露，2019我们有一个决定，是我们3人讨论之后的一个决定，就是我们2019年会单飞，做一些自己的东西。这个演唱会短期之内可能不会再有一次，你们要好好珍惜今天这个晚上，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有一次。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工作会一起，我们没有解散。虽然合体机会变小，但顽童这个招牌还在。2004年成军的顽童 MJ116，如今是台湾嘻哈天团，音乐风格甚至获得天后张惠妹青睐，多次在舞台上合作。去年凭着《干大事》专辑终于拿下第29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，加上与张震岳、热狗等人组成的兄弟本色大热，让从台北木栅为音乐起点的顽童这几年时间横扫乐坛。延伸阅读